12月初1，圣经以赛亚书第7章13节14节，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3节。以赛亚书第7章13节，先知就讲：大别家啊，着听，恁互人验恶，减算小可事，恁减嘛要互我的上帝验恶。因为安尼，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，看咧，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，伊要叫做以马内利。马太福音第1章18节，耶稣基督出世的经过是安尼：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婚，还未结婚就对圣神怀孕。伊的未婚夫约瑟是正直的人，无爱互伊伫人的面前见笑，想要暗中解除婚约。伊在想这个代志的时，伫眠梦中，主的天使对伊出现。代笔的后代约瑟，毋免惊，着带玛利亚入门做某，因为伊所怀孕的胎是对圣神来的。伊会生一个查甫囝，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。这一切的事发生，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话。你看，在色女会怀孕生囝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。